各位好朋友，各位社會賢達，我係超超，好感恩話俾大家聽，人心濟世大健康交流協會喺2026年2月12日喺香港正式舉行創會儀式，好歡迎大家蒞臨出席。我哋嘅宗旨係以仁愛之心關懷生命，秉承傳統養生嘅智慧，結合現代醫學，推動全民健康。特別會去到社區關懷一啲獨居嘅長者，希望佢哋達到身心靈都係健康。到2028年，全香港將會有超過200多萬嘅市民年齡超過65歲。為咗可以幫輕到政府醫療嘅壓力，我哋希望可以出一分綿力，組織呢個人心濟世大健康交流協會嘅平台，組織社會各界嘅人士，弘揚健康文化，推廣防勝於治嘅理念。我哋嘅創會口號係人心為本，心濟天下。作為一個剛剛起步嘅協會，我哋好需要各位社會賢達、善長仁翁嘅幫助。希望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加入我哋，一齊成為關懷長者、推動社區全民健康嘅小天使。